观众朋友，今日我好模欢迎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姑刘浩明连续3年半的客家大体创作，在2024年的时间，有一点按照有对后面是的一个大体创作的主题，今年还是有相当的由台菜4年的林启峰主厨，同样的设计也有7项主菜，1项饮品的菜单。今日我哋福喜来嘅，有相当我哋的启峰主厨嚟到现场，同我哋分享讲，伊当初係用樣嘅方法去設計入嘅菜單，同時入嘅設計菜單嘅過程裡面有乜嘅神奇嘅事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主角，我哋嘅林啟峰主廚嚟到現場。主廚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林啟峰師傅，大家好。啟峰師傅真的是再一次又歡迎你了哈，因為其實上一次邀請你來的時候，我們真的是從您的一個訪談裡面，我們就發現說，原來一個廚師算是可以從菜單裡面，甚至說從我們源頭裡面去發現這麼多我們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因為其實就一個消費者來說，可能真是講，好食唔好食，好吃不好吃。可是你的那設計呀，被菜單的時間，其實什麼東西歸懂。好，是不是我們先從我們整個故事的開始，大地餐桌、客家大體創作，為什麼當初會有這樣子的活動呢？它連續了3年，那第1年的一個組合，也是我覺得很有趣哈。那還是回到原始的地點，那整個高雄市的客家聚落重點的聚落裡面，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聚落得到一些回饋的訊息，是有跟吃跟人，那地景產物的之間的關聯。這也是延伸到第2年，透過客委會這邊他來拜訪，那希望說啟峰他可以來協助我們高雄這一些串聯。那因為我本身也在做飲食文化研究嘛，那飲食文化來講，我覺得以台灣料理來思考，客家料理原本就應該在這個拼圖裡面就必須佔有的。真是因為其實像頭先我哋嘅主廚有講到講，即個有做我哋嘅飲食嘅研究嘛嚇，尤其係像高雄市，我哋說是高雄屏東來講，客家嘅料理其實算是我哋南部來講，算是飲食文化裡面最重要嘅一部分嘛嚇。尤其係入邊2024年，我哋呢算是客家嘅大體創作裡邊有一個最特別的一個主題，它叫做有對後面是。好，但是它後面有個很長的 slogan 啦，主廚你還記得嗎？有，記得。它的名稱叫美山六甲品客莊。對。其實它的意義之間，我覺得我們期待是把我們的鄉親們再拉回到這一些重點區域來探究，那不單一只是為了食物而已。通過這一些計劃的小旅程，你可以進到這一些重點區域，看看我們高雄的客家聚落裡面它的這些地景人物。對，因為美山六甲就是我哋嘅美濃嘛，哈，三拿哈六鬼嘛，哈，甲線，尤其是喺高雄市底部嘅西邊，我哋算是國泰客家莊哈，然後品客莊，好，然後同時品客莊之後，然後提供一啲客種，有好多我哋呢主廚講到啊，一方面品客莊，一方面也可以去遊客莊，哈，對，所以說其實像你這一次在設計這樣子7個主菜一個飲品的菜單的時候，你有做過怎樣的田調啊？的確，我們在2023也集聚了蠻多類似以農或者是養殖，那絕大部分的養殖在這一個區域其實也比較保守，因為畢竟整個美濃山林、六龜甲仙等等比較內山，也受到水源保護的部分，所以我們也持續在探究這一些所謂的養殖的部分，包括2隻腳、4隻腳的蛋白質的部分，來促成剛剛提到的那一些風味、那一些發酵的食物，是不是可以促成這樣的食物啊？那把這一些食物的落地性跟它的地標的一個質感，是可以更明確的指向它就在我們高雄的客家重點區域裡面。聽這樣子主廚這樣子的描述，我是有聽懂啦，但是其實我真的很擔心說，因為其實我們的觀眾可能糖豆時會看到講，前面在講發酵食物，後來就講到養殖，
这两个东西要怎么把它蹦出一个新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大概具体一下？譬如说，我们就一个个拆解来讲好了哈，因为其实主厨是一个很专业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在技法上面专业的人，他其实已经到研究的部分都已经到了非常的算是专家级了。所以说这一句话说出来，其实对您来说你是很清楚的。可是对唐安人来讲，对听的人来说的话，他可能想想，哎，刚刚不是在讲发酵食品吗？怎么现在又讲到养殖？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来？我们先回答第一个东西，就是有关于在发酵食品的研究上面，其实主厨的想法是什么？你或者是你有观察到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吗？我记得菜单里面的第2道菜，也是算头盘。那我选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咸猪肉这样的一个料理来表达。但以往的咸猪肉，客家领域里面的咸猪，包括北客南客的腌制方式啊，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单纯一个使用它的一个添入的风格。没有错。那我这一次呢，特殊的是我加了所谓的发酵，这个发酵是我们来自美浓自己的大颗的这种大黄豆。那去年有一个很特殊的，它开始上市推这一个大黄豆，是之前我们有跟农会这边来讨论。农会也觉得说，大部分的推广不单一只是吃黄豆，一般都变豆皮或者是豆浆。那我们也期待说，怎么让像这么地景识别非常明显的，像野莲，它还是会加黄豆酱这件事情，是不是黄豆酱有其他的思绪上面的一个整意，让它的一个料理空间可以再无限？所以我就提出说，我们要用黄豆来腌制肉品。那坦白讲，腌制之下，我觉得是有很好的效果，因为毕竟发酵的食物它还是有比较丰裕的菌种。那包括它有乳酸菌，它有其他的这一些甘酶转化，甚至它有助于料理端的这一些动物性蛋白来分解。所以光这一个组合，我觉得它不单一只是风味上面提升，也有助于这一些肉质的一些软化，或者是它的一个口感的一个差异的提升。这也是我们觉得陆续包括还有用豆腐乳那以往都是吃法是比较单一的一个会给它的这个稀饭啊还是什么等等，但我们也期待说。它的吃法也许可以有一天也可以变抹酱那它的无限可能我们持续开发中。因为按你谈好了，你发现到讲其实，譬如讲头讲客家含中用的一件事情，然后客家咸猪肉这件事情，那一般来说就其实刚刚主持所说，一般来说我们真的就是用撒一些辛香料啦，然后去让它这算是腌制的方式。可是现在是主厨想到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算是我们客家人也会蛮常用的，比如说那种凤梨盅啦，就是我们的要腌凤梨之类的这样的酱，是不是可以？同样的是用我发酵的方式，但是是施作在我们客家的咸猪肉上面。其实我常常会想说，每次看到那种菜单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东西？甚至发现它后面原来它是有一步一步的思考的步骤在里面的。是，像第1道菜，它就是很特殊，我想要借助客家大坵餐桌这样的一个机缘来表述，我们进到高雄市区的客家领域里面，你可能会先抵达的一个就目前的交通便利，我看你直接下国道10号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路口，我把它称之就是一个美浓平原的开端。那因为我们在谈饮食跟风土跟水文是非常有关系。那整个以高屏溪的一个溪流流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源地来讲，高楠梓仙溪，然后老龙溪，包括爱寮溪这样的一个促成整个美浓平原，有这么地大地广的一个土壤肥沃
过往的先民们特别是客家领域里面的先民来到此处的落脚。我觉得这个地方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怎么取得跟土地、跟水、跟天地之间人在这边生活的平衡。所以第一道我用一个很显著比较味觉苏醒的酸甜的意象，就是用金桔柠檬。那因为金桔柠檬当酱汁，开启了我们的一个好像是陈蜜番茄加了老萝卜，来告诉你进到我们客庄里面了。所以说，等于就是说，给民一湿豆芽红菜，等于就是说，在我们的味蕾里面，其实你就开始沿着国道10号开始进入了客家庄，以及开始去领略到在客家庄里面你可能会吃到的味道。老萝卜跟陈蜜番茄，然后借由我们的金桔柠檬来代替，来带领大家开始进入这样子的东西。是，所以说一个食物来说，它不仅是一个食物，它可以是一个旅程。是，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从你以前就开始有的吗？对，而且这一张菜单很特殊的是，它还跟季节非常非常相似相近。那我们都知道，去年高雄这样的天雨，还有风灾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它对大地之间的运作跟这些养殖种植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那坦白讲，我们今年也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11月的时候开始要收陈蜜番茄这件事情你可能如果这个真正在运作在农田上面的这些果园区你可能意想不到，几乎没有陈蜜番茄这件事情，包括几乎11月开始就要10月底或者是11月初就要播种的这一个白玉萝卜，几乎都没有。所以它显示了告诉我们持续不只是好不好吃这件事情，而是要关注现在的状态下，我们的农田家园它是发生什么事情。嗰個一項菜地位唔單止係代表有米是好還是唔好，其實一項菜地位為代表以後輩嗰度嘅人文歷史還有發展。有時下我喺段節目我哋埋嗰度嗰件菜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由台菜師人資深嘅林啟峰主廚了，喺現場同我分享講喺2024年，我哋客家大地創作而推出嘅7項主菜，還有1項影片嘅一啲實際嘅內容。我想問一下主廚，因為剛剛其實你已經有提到了你們第一道菜嘛，其實就是用飲食的方式，然後讓大家真的是從我們的國道10號，都是行業些時間，用食的都可以感覺到我開始走進了我們的客家莊了。那第二道呢？當我有開始已經走入客家莊了，我第二道會看到什麼？那第二道剛剛也有提示到，就是我們的鹹豬肉，用一個非常清晰，而且大家也比較熟悉的鹹豬肉的印象，裡面也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取用的黑豬這件，大家在客家聚落裡面常常會期待黑豬。吃到它，以往目前吃黑豬的文化，在南部，特別是客家聚落裡面，還是保留了蠻不錯的一個存在感。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整個設計的方略裡面有這一些，包括土雞啦、黑豬啦、土雞蛋啊等等都比較跟客家飲食、跟客家人他們常接觸的食材比較有關係。那這邊我想要問一下，因為其實黑豬這件事情哈，五豬這件事情，因為其實我們晚些來講法，黑豬就是我們的算是廚餘處理機啊，真的就是我們真的家家戶戶我們就會有養一隻黑豬，就覺得這個豬怎麼這麼醜，好，然後沒想到說原來它就是真的是台灣原生族的一個族群。那對於主廚來說的話，黑豬跟一般我們市面豬，它的口感上面的差異是什麼？
还是影响它的风味了。那风味来自于它的体味。那主持人刚刚也提到非常正确的一个方略。以往大家在思考黑猪的饮食端，就会用它是吃厨余长大的，但不要忘记目前的一个现象，其实我们的厨余也可以很干净。那透过这一些环境的一个指标性厨余，包括你看我们一天在这些国中小学，一天可以产出很多这些菜屑啦，或者是菜皮啊、菜渣啊等等这些，不用想说我们以往还有那一种人吃不完啊，就捡大盆汤，然后再煮一煮给猪吃，然后这个猪就是黑猪，其实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了。那我们也期待吃黑猪的意向跟真实了解黑猪养殖户他们自己的一个心情。其实我们一方面也希望说黑猪的一个饮食跟它的风味还是要有保留。那以它跟白猪的一个完全是饲料型的来讲的话，黑猪也是有吃自己要吃的饲料，它不会单一只是吃厨余，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说黑猪跟厨余等于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形象。那我们也期待说，吃这件事情，它在于谈永续也好，或谈环境议题，或谈饮食或美食，我们也期待我们客家人对这样的一个立场跟精神，他的一个表率上，我觉得也挺勇敢的，那也蛮值得我们其他来学习的。因为其实当初我们很多老师都说，为什么说黑猪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其实本身就是它的肠胃系统非常的好，所以说它其实真的是在那种状况之下，它都能够活得非常的好。那同时它的风味其实也是非常的特殊啦。可是说头都有我们的主厨有讲到讲，其实这个我把我们的黑猪用我们的凤梨酱去做处理，那这样子处理的方式是炒的吗？还是它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我们里面有一道很特殊的，就是今年的大地餐桌的主菜。那它也是用五花肉下面带骨头的时候，没有皮这一块叫做南排。那你有带皮不带骨的时候是五花肉。我们特别选用这一块肉来做本次大地餐桌的主菜。大家都知道吃红麻这件事情，它一定要有几个很重要的主搭，包括你可能会想到它有一个很棒的风味来源，叫做笋干。我们采用甲仙这一些山区里面的麻竹笋而且是很自然条件下腌制的。那你也会期待说这个笋干加风肉啊，要扒一碗白饭，所以特别是在整个大高雄的谷仓，我们这一区域啊，我特别跟主持人介绍，我们这一次没有吃白米饭，我们使用的是美容非常知名的一个大高堂他们所开发的米发棍，是147米做的法国面包。那你不吃饭呢，你吃米发棍，但是你又吃不到笋干，因为我把黑猪的猪油跟红葱爆香之后，我们慢慢的煸炒笋干，用这个做内馅放进去这个米发棍里面，就在前面这边也有看得到，所以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客家饮食应该要配一碗白饭。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解构方式，来提升客家食物它应该要有的一个国际的面向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组织的扩张能量，是可以让更多的消费族群去接受。所以烘吧不一定都要你看我要吞口水，烘吧不一定就要吃大米饭了当然最经典的还是要扒一碗饭。那个后来就你光讲，我刚刚就觉得我有点饿了，真的是，我相信对我的行业来讲，我把风肉笋干加一碗饭，这是我们标准的经典配备嘛，对，就是的风肉嘛，然后笋干加一碗饭。是。可是我光听刚刚主厨这样子描述，我会觉得说，其实味道都没有走，对不对？是。
那种冯用的那种油香感，然后煸出来的那个油，然后去炒那个笋干，也就是说那个味道都还在。是。对，然后一定会配个米饭的饭香嘛，结果居然用一个说的是米做的法棍，就是法国面包了哈。是。吃起来的感觉不一样，但是那个味道就会让你拉回到，其实你真的就好像在吃一个风肉加笋干加一碗饭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们也期待说经典它是还可以再升华。那这个升华或许是让我们本质上面更认清它对于客家本味上面应该要流露出来的精神跟这一个立场是要更明确，也很明显。那一方面也在透过食物告诉消费者说，客家味的形态永远不变的是它留在心理上的那一抹味道，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特殊，而且我们还因为这一个部分想来想去，想说那其他的汤会不会太多，所以我们特别用了木瓜风，那用青木瓜来吸附这些汤汁油脂，甚至把它炖烂的时候，我们的客人，我们来现场的来宾，他们还用了木瓜风当做抹酱，抹了这一个面包。我说哦，这个我没有发现，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互动，那都在为客家食物在营造不一样的方向感，但是它的目标就是希望越走越远。因为其实刚刚主厨有提到一个我个人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要说啊，传统的菜肴要有新的走向，那其实很多人就会因为可能贵都空豆都包，譬如说两来菜就把它摆的精致一点，就把它切的小块一点，对，好那种呈现的方式。可是主厨刚刚给我的是一种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就刚刚主厨有提到一个东西，什么叫做客家饮食的本味？就是说它留在心里面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可是我觉得那东西好难哦。当初你们是怎么开始去界定？譬如说像刚刚你说的汤品，用木瓜风的方式去吸附那个汤品，那但是保留的还是那个汤品它本来应该有的颜色的味道，只不过它呈现出来是一个木瓜风。食品的本味你们是怎么找的？以及它呈现的方式？你们要怎么去做它？是怎么样去想出这样子的一个步骤的？我觉得要回到最原点，就是这一个地域里面住的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一些人的旁物环境，它可以为生存而生计，那这一些生计所带来的这一些生产是什么样的食物，它也许就是一个来源。就像我们理解常取得就手的这一个九层塔，或者是你的那一个零零角角的这些残花边，它就有其他的野菜，包括这一些藕丁啊，或者是这一些福菜等等。就手取得这件事情久了之后，他们的风味记忆跟他的一个饮食习惯的累积啊，我觉得本味的实现，就是需要一代一代的一个认知、认识、共识之后取得的一个所谓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阶段到达我们这一个人生不一样的传递的阶段的时候，要再次的串接串联。那我有一道菜很特殊的，就是今年客家大地餐桌的最后的这个汤品。它是一个炖鸡蛋跟鸭蛋组合的炖蛋汤，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一些干扰，什么大肉大鸡，它是一个炖鸡蛋的鸡蛋汤。然后我打了一个小小的肉丸子，啊，这个肉丸子是收了这一些白玉萝卜的那些梗叶，把它加盐，然后压制，让它2、3天的发酵，像雪里红。然后再剁进肉末的，这些都是我们家庭里面客家这一些阿婆他们会做的肉丸啊，这一些肉丸子汤，你只是希望说把它留下来，让我们这一些子孙辈的或者是更年轻壮世代的知道这一个味道的呈现
是应该被明显的放在你的记忆体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设计也不单只是看待文史而已，而是它整个的发想跟家的因素元素紧紧相扣。可是谈到一片观众朋友发现到讲，其实我哋食得一套料理地步，伊唔单止係好食物，其實伊後背有幾多愛上愛囤講嘅囤去保留嘅無窮嘅美食。休息下喎，下段節目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放下古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咧台菜師人林啟峰主廚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當初睇我哋咧設計2024客家菜啲創作嘅地方有無窮嘅菜式。我想問一下主廚，因為其實已經同我哋分享好幾道菜了嘛，哈、那是不是還可以再跟我們繼續分享幾道菜啊？我有一個蠻印象深刻的它是一個養殖農場，然後養的是摩威恩豚啊，就是鵪鶉。哦，鵪鶉。然後它有一個比較美的名稱叫香檳鳥。這個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產業，就是說在水源保護區怎麼還有養殖的這些農場，的確它存在老龍這一區非常非常久了，大概有30年有了。所以我們這一次回去找薛廠長，也是我25年前的朋友。所以他知道，我們這一次要做田調，再次拜訪，然後看是不是要這樣的一個素材來加入我們整個菜譜裡面的豐富感。這也是組合當中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大家都會覺得香檳鳥跟客家味有什麼關係？那我們期待的其實是這一個味型是來自於人情味，而不是你意象中的這一種嗅覺的味道。就是期待的是人情味吸在這一個土地，然後他在這邊做開墾、耕耘、種植、養殖，通通都是一種經驗的累積。生活在客家區域很重要的駐紮，那這也是這一次活動之一的主要發想，就是我們還有因為透過像里長台灣雕這一個使用台灣雕大支的，因為它的背景目前都是回鄉的青農，那也在談經驗的傳承，讓回鄉的青農，包括我們用的木瓜，我們用的芋頭，我們選用的這一些芭樂葉的這一些泡茶的茶飲，我們選用的這些原生種的茶都是青農。因為我們在乎的是客家子弟願不願意持續耕作先民在這個環境他留下來的土地，你還要持續注熱或者是注進的這一些熱血，我覺得以料理端我們可以再為他們做哪一些這也是這次菜單裡面菜譜設計很重要的發想，所以就把這個台灣雕這麼的一個在美濃養殖它是吃美濃的水土長大的，何嘗你覺得這樣的風味，也許並不是你理解那怎麼跟客家味有關係？我們在談的是它就是水土一方的風味。那你講後，我會發現到其實你真的開啟了我對於飲食了解的另外一個新的感受。如果那一般的講法，真的看一些東西好吃不好吃，當然好吃不好吃是一剛開始。然後第二個它頂多現在大家知道說它來自於哪裡什麼之類的，然後它的處理方式是什麼。可是剛剛主廚給了我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是誰來種這些？對，他怎麼去利用他這塊土地種出了這個東西？即便是它也許不是我們傳統菜那個客家菜裡面常用的食材，譬如說鵪鶉，我們以前大概連鵪鶉都沒有看過，根本不可能入菜嘛。所以說，其實等於是說客家菜的一個定義，它已經不再是這麼局限在它的味道、它的使用、它吃什麼，
或者是它的一个呈现的方式，而在于它的食材甚至可以扩展到，尤其在这些新的社会里面，你不可能我们就是只吃那些猪啊什么鸡，那是因为早期没有的东西吃嘛。假如我相信我们先民有看到鹌鹑的话，他也会吃鹌鹑啊。对，所以说其实我真的会觉得今天主厨给我了一个很新的一个想法，就是到底所谓的一个菜肴，客家菜，它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甚至说它可以扩展到什么程度？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场有很多当时所使用的一个材料嘛哈。那其实主厨当时跟这些算是原产地的一些专家开始在接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还有另一个，除了我们把留客乡作为这次的标注，那还有一个是品客庄。那刚刚主任的确说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用什么样的味觉，或者是感受的知觉，让更多的来品味客庄。那假使只有在嗅觉上面的体验，我觉得还不如把我们的视觉，了解这个土地之间的风情跟风俗。那我们用这一些嗅觉不会单一只是闻到菜香而已，或许你可以因为去拜访这些农友，他们劳作上面的某种体味，但是这一些都是流露出一种辛劳灌输在土地这一个滋养上面的一个力度来源，甚至你吃到这一些食物端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有它的意涵。像土地跟人之间的一个连接上面，你会更大的以致敬，所以这个都放在心上面。我们称为未来的客家味的方程式，也许并不会单纯是放在你的舌尖上面而已，你要把它放在心上，所以这是一个心灵的客家味。所以未来的客家，我们期待大家有所共识。让这样的客家味可以透过这样比较属于地景人物跟历史背景然后再有更细部的发现它在我们的客家聚落的指标。我想我虽然不是客家人，但我研究客家饮食也20几年，我期待包括像我们去年有谈到我在美国我是不是也有把这些客家味把它放进我们的餐饮的这样的平台，我觉得我要大声说，我一直都把它放在心上，然后持续也让它在国际是被认知或者是接触，所以这也是期待大地餐桌这样的背景，不是一道料理，不是一篇整整齐齐的很优异的这一些菜谱的设计而已，而是它可以放眼看到我们的区域里面这块土地上面发生的有意义的，然后从一颗沙石累积成一座大山这样的一个过程。2014年、2024年的我们客家大地餐桌已经办完了嘛哈？是。但是2025年的又还没有来，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看到现在一定会觉得说，那到底会不会有呢？我想这个东西大概就是跟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高雄市客委会跟我们高雄市的客家文化发展协会去敲碗，我们就期待2025年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回想一下，我们2024年的时候其实是大概是什么时候举办的我们从去年来看，你看去年的7月份的凯米台风，10月份的山陀尔，后续又有这一些天兔，哇，很多很多，我觉得通通都跟南部地区的这些农耕农产非常有关系。你在这一档如果要把它串接好的话，11月要发表这个所谓例行可能在这个节令里面的大地餐桌，我觉得我们持续看今年是不是也会在11月。那当然这个我自己也蛮期待的，或许我们今年也不知道会不会是奇峰来承接这个任务。当然我也很荣幸，特别是我们在我们店里面的餐厅，
我们持续也是会做一个很充裕的客家月令，在11月、12月，让每一年的这样的因为田调或者因为跟客家饮食有关系，让我们持续累积这一些对食物端对人的一个敬仰，保留保存。对。看今日节目，我哋观众朋友有乜嘅想法冇？其實對阿明姑來講嘅話，我哋呢福起來嘛拜訪過幾多嘅主廚，同時嘛會講幾多嘅料理。但是今日嘅氣氛，主廚同我講到一句話，俾我幾印象幾深。伊都講，其實乜講到客家食物嘅本味咯。如其實喺我哋嘅生活地步，你用到乜嘅東西，譬如講你用到蒜頭，我哋嘅風油地步加頭油、加蒜頭。唔會加其他嘅材料，講緊嘅材料係乜嘢？譬如講有啲人加八角啦、太少肥啦嗰度，其實一種東西都唔會存在喺我哋客家嘅一啲食物地步。但是歸去尋到當初係用嚟去做嘅，一種我哋真係客家嘅食物嘅本味。其實我哋從頭我講，到客家菜係乜嘅咯？而係咪真係我哋傳統嘅嗰道菜咯？但是從今日嘅期望主廚我同人講啊，佢種我哋客家人做嘅，我哋客家嘅肢體一定去學嘅嘅，甚至一定去做嘅嗰種上邊調，咪係為咗我哋客家做菜地方一啲最重要嘅一啲成分。就感謝我哋主廚的那現場分享安精彩的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朋友，多謝大家，安子生。休息一下喎，得停下先上來，強下運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